来那边，咱只地方是演艺客家的传统代表之中，是客家的小米文化世界代表之一，来全吹看看咯。你係藝文化自家做嘅結獎，東河雪咯。你做定拿定半日添喎？好啊。唔該。啊，哎呀，這樣妹，你做得很咁過來，你試下去。小文，我教你，你就說阿姐應該係翕呢個笑容啦，凍醬嘅。阿姐，我係翕呢個笑容啦，凍醬呢。叫下來普遍，係卡zan掉。